大家好，我係 Mike，我會用貼地嘅角度為大家拆解法律同埋商業嘅一啲議題。嚟到第3集，我哋繼續講財政預算案。如果想了解關於一換一電動車、物業印花稅、不分嘅資助項目等等咧，可以聽翻我嘅第2集。今集我哋講嘅財政預算案重點咧，就會係 AI、創科、生命科技同埋智能產業。沙嶺數據園區係財政預算案入邊提到比較重要嘅 AI 基建項目，將會提供25萬平方米嘅樓面面積，俾做 AI 訓練、數據處理、雲端運算等等關鍵技術嘅公司有一個集中落腳嘅地方。跟住政府亦都會推廣全民嘅 AI 培訓。咁受惠嘅行業咧就包括教育界同埋科創企業。咁喺呢個政策之下咧，政府會撥出5000萬推廣 AI 教育，俾各大專院校同埋科技企業去做一啲 AI 嘅課程、培訓同埋相關嘅比賽等等。另外咧喺中小學亦都會推廣數碼教育。政府會預留20億喺優質教育基金，令到中小學可以提供 AI 相關嘅訓練，資助學生參加相關嘅活動，亦都會為教師提供 AI 嘅培訓。咁我哋見到咧，政府喺中小學已經開始推廣 AI， 喺公務員嘅層面亦都推廣 AI。總括嚟講咧，就係預期全民都要識得 AI， 將來 AI 就唔係一個專業嘅技能，就係一個普及嘅求生技能啦。大家亦都會留意到預算案入邊咧，都係預留咗喺發展科技園區，包括係河套科技區同埋新田科技城嘅。咁喺呢度咧可以睇到政府咧其實長遠想將香港嘅經濟多元化，唔單靠係傳統嘅金融、旅遊或者服務業，而係想將香港嘅經濟轉型同升級，做研發、智能製造、AI、生命科技等等一啲新嘅產業。呢個將會係香港未來嘅經濟定位。咁大家可能話啦，呢啲嘢同我嘅距離好遠，我又冇直接得益，我關心嚟做咩呢？其實咧我就覺得大家可能要有一種危機感，因為咧嚟自國內以至世界各地嘅競爭咧，每日都喺度發生緊。AI 嘅進步咧，亦都每日推進。香港咧真係唔可以淨係靠地產同金融呢啲傳統行業去支撐，而從事傳統行業嘅你咧，亦都必須要升級，甚至乎喺未來需要轉型。咁呢啲課題咧，將會喺未來幾年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嘅。聽完頭先嘅分享，唔知大家覺得喺財政預算案入邊邊個行業嘅受惠係比較多嘅呢？又或者你有冇相關嘅問題想問我呢？有嘅話留言話我知。中意我嘅分享，請 like 我呢條片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同事或者朋友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我係 Mike。